好多朋友接觸玄學、佛道因果知識嘅時候，最容易混淆兩個核心概念：冤親債主同還陰債。坊間碎片化嘅資訊經常將兩者混為一談，甚至直接畫上等號，令大眾誤以為做一次法事就可以一勞永逸，解決所有無形債務。其實從本源、債主對象、產生原因、對今世嘅影響，以至化解邏輯同背後嘅宗教體系，兩者都有住天淵之別。今日我哋用最淺白地道嘅粵語，由淺入深同大家講透當中細節，拆解背後嘅因果邏輯與常見誤區。冤親債主，累世糾纏嘅私人恩怨。首先講冤親債主呢個詞源於佛經三世因果體系，後來同道教民族科儀相互融合，成為解釋人際是非、身體隱疾、感情波折嘅核心理論。顧名思義，冤代表歷世累積嘅仇怨，親代表曾經結下緣分嘅眾生，債主就係我哋曾經虧欠過嘅對象。簡單概括，冤親債主係喺無數次輪迴入面，因為自身身、口、意做下惡業，從而傷害過、虧欠過嘅一切有形與無形眾生。呢啲眾生因為心存執念同怨氣，靈魂磁場會跟隨你進入今世，以各種形式干擾日常生活，索要因果補償。冤親債主嘅範圍遠超一般人想象，時間層面上，佢覆蓋今世、過去一世，甚至10幾世嘅舊賬，累劍積落嘅仇口都會自動記入因果簿。由於投胎飲咗孟婆湯，多數人遺忘前塵往事，所以難以明白點解會無緣無故諸事受阻。債主身份主要分為4大類：今世陽間在世人，身邊嘅小人，經常無端白事爭執嘅親友，糾纏不休嘅舊伴侶，互相拆台嘅合作夥伴，好多都係累世結下嘅冤親。離世亡者與先人，包括歷代祖先，逝去親朋，若生前有虧欠，許下諾言未兌現，亦會化作冤親，干擾家宅運與個人福氣。無意冒犯嘅遊走陰靈，例如行山踢倒墳角，損毀靈體棲息地，踐踏孤墳，都會結下細微因果。被傷害過嘅有情眾生，歷世殺害嘅動物，流產胎靈、嬰靈，殺業帶來嘅怨氣往往最為深重，影響亦最為猛烈。好多人以為只有憎人錢先會有冤親債主，其實銀錢債只係冰山一角。按因果規律，凡係許下承諾卻未履行，都會算作無形債。例如前世應承幫人，最後半途縮沙，口頭許下嘅人情從未兌現，呢啲口業同樣會成為追討依據。感情上嘅負累更為常見，前世辜負他人，損人姻緣，累積嘅風流債會令今世感情路極度坎坷，爛桃花不斷，婚姻反覆離合，全部都係業力顯化，長期唔化解，影響會滲透生活各層面。身體上容易出現醫學無法確診嘅健康問題，如長期失眠多夢、頭部無故陣痛、脾胃反覆不適、體虛手腳冰凍，多同靈體干擾有關。人際上朝夜口舌是非，被人無端詆毀，造成極大精神內耗。情緒上時常陷入焦慮壓抑、幻聽幻覺，負面思維揮之不去。事業財運上，明明機遇近在眼前，卻總因意外半途而廢，賺到錢亦無端破耗，付出與回報嚴重唔對等。化解核心在於戒冤釋結、超度回向，因為係私人仇怨，唔能單靠物質買斷，必須內外兼修。內在要真誠懺悔，反省過失，戒除殺盜淫妄，多做行善，放生施，以慈悲心消融怨氣。外在可透過誦經持咒、正規超度法事，將功德專門回向歷世冤親，祈願佢哋離苦得樂。當睡眠變安穩，是非減少，運勢順遂，就代表業障舒緩。切忌抱有做一次法事就清零嘅僥心態，應將其視作長期積德行善嘅修行。還陰債、受生債，投胎前嘅官方借貸，再深入拆解還陰債，亦稱還受生債。呢個概念源自道教太上五斗金章受生經，同佛家冤親債主屬兩套完全獨立嘅理論。陰債係陰間層面嘅債務，同陽間人際恩怨、祖先因果毫無關係。
核心係靈魂投胎前同地府冥師產生嘅官方直態。道教講法指出，靈魂入胎為人前，會向地府六庫曹官支取一筆受生錢，呢筆資源轉化為你今世嘅衣食福祿、財運底氣、健康基礎同貴人機遇，等同向冥府財富借取人生初始本金。既然係借，按規矩就要喺陽間償還。呢份與生俱來嘅先天負債就統稱為陰債。陰債未清，最標誌性嘅症狀就係萬事臨門，一腳爛尾。好多人勤奮努力，能力資源俱備，但距離成功只差半步時，總生變數。傾好嘅合約突然告吹，籌備多時嘅項目中途受阻，到手嘅升職被搶，投資臨近獲利卻急轉直下，長期陷於爭少少嘅無奈內耗中。陰債虧空更會直接導致財富不穩，形成先天漏財體質，收入可觀卻難以儲蓄，開支莫名增多，同時削弱整體福氣底蘊，小病痛不斷，輕微意外頻發，貴人運薄弱，前行阻力遠超常人。還陰債嘅規範做法係透過道教科儀進行，法師依照個人出生年月日時核對六庫欠額，焚化對應文書與冥幣，向地府庫官補足當初支取嘅受生錢，正式消除陰間登記嘅債務賬單。完成償還後，有助補充先天財富，疏通福祿運行通道，改善臨門失敗同無端破財嘅困局。重點在於解決底層運勢受阻，而非處理靈體恩怨。總結：正信正念，修心為本。無論化解冤親債主定係還陰債，都只係輔助疏通磁場，減少業障阻礙嘅外力手段。真正決定人生走向嘅，永遠係自身當下嘅心念與言行。如果一邊做儀式保運，一邊繼續損人利己，口出惡言，揮霍無度，再多法事都收效甚微。修心行善，先係化解一切負能量嘅根本。富足從來冇絕對標準，唔好盲目執着於還債次數同財富回報，將每一次反省與行善視為修煉內心嘅過程。心態平和坦蕩，自然少好多無形阻礙。亦要警惕坊間不良從業者將兩個概念捆綁炒作，漫天收費。必須分清兩者本質，按需處理，理性看待傳統民族文化。用最淺白嘅比喻收尾，還陰債好似出世前向地府財富借咗一筆創業本金，長大後按約還清貸款，讓人生福祿通道暢通無阻。化解冤親債主就好似清理累世以來同所有眾生結下嘅人情債、恩怨債，同過往種種執念和解，卸下業力包袱，輕身上路。兩者可以搭配進行，互為補足，但底層邏輯完全獨立。只要牢牢抓住呢層核心分野，就唔會被雜亂資訊混淆。以敬畏因果、修身律己嘅態度過好每一天，先至係玄學文化想要傳遞嘅真諦。如果你有其他想了解或者想問，都可以喺評論區講，我會一一回覆。最後記得點讚、收藏呢篇文章，方便日後翻睇。有覺得啱嘅親戚朋友都可以分享俾佢哋一齊參考。想睇更有關生肖同玄學知識，記得訂閱陳元日師傅嘅 YouTube 頻道，跟住最新更新，千祈唔好走寶啦。今日嘅玄學資訊就分享到呢度，有唔明就喺下面留言，記得點讚、分享、收藏，關注我陳元日，多謝各位。